2026年的夏天，對於謝霆鋒來說，注定是一個被置於放大鏡下的季節。父親謝賢剛剛離世，他尚未從喪父之痛中完全抽離，便又要面對輿論場關於他眾叛親離的空中取測。一切的導火索源於他大兒子謝震軒 Lucas 的19歲生日。那個深夜，當張柏芝在社交平台上曬出母子相擁、溫情脈脈的僵生視頻時，無數人在屏幕這端為這份沉甸甸的母愛落淚。然而，在感動之餘，一個巨大的疑問還梗在所有人心中：父親謝霆鋒在哪裡？那個曾經佔據華語娛樂版半壁江山的名字，在親生兒子的成年禮上，竟然失聲了。社交媒體上翻遍了每一個角落，沒有祝福，沒有點讚，沒有任何公開的互動。這種近乎冷酷的沉默，與張柏芝視頻中那日於言表的母子情深形成了刺眼的對比，瞬間點燃了宮中的情緒。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在商業版圖上攻城略地，被譽為商業天才的巨星，為何在親情領域卻落得個眾叛親離的觀感？那個深夜，被媒體渲染為核彈聲明的，並非一封白紙黑字的書信，而是兒子用缺席和沉默投下的重磅炸彈，炸開了這家看似平靜的湖面，也炸出了圍觀者心中積壓已久的疑問。這場輿論風暴並非憑空而至。早在去年，當謝震軒迎來18歲成人禮時，謝霆鋒的缺席就已經埋下了伏筆。彼時，張柏芝精心籌備，推掉工作，只為陪兒子度過人生重要節點，而謝霆鋒的社交賬號同樣是一片空白。只是那時的輿論尚存一絲寬容，認為或苦是工作繁忙，或苦是父子另有私下安排。但今年，當同樣的情景再度上演，甚至連一句敷衍的生日快樂都吝於給出時，宮中的內心消耗殆盡。人們開始翻出舊賬，對比謝霆鋒對待王菲女人竇靖童和李嫣的態度。在竇靖童的演唱會上，他送去的花籃落款親昵地寫着霆鋒；在李嫣的生日宴上，他親自下廚，那份用心如從前，是宮中在謝震軒兄弟身上從未見過的。這種鮮明到近乎殘忍的對比，讓偏心的指責聲浪塔到了頂峰，也讓謝霆鋒多年嚟苦心經營的冷酷但負責的父親形象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裂痕。那個被媒體渲染得神乎其神的核彈聲明，實際上更像是一種日積月累的情緒爆發。深夜裡，謝震軒並未現身控訴，但張柏芝視頻中那句我想去擁抱你，因為我愛你的告白，在這個特殊的語境下，仿佛成了對父親缺席的無聲控訴。鏡頭裡，那個已經比媽媽高出一頭、眉宇間像極了年輕時謝霆鋒的少年，用最溫柔的方式完成了最血鑄的表態。他的人生重要時刻只有母親。這不僅僅是一個生日蛋糕的缺失，更是一種身份認同的宣示。在這個由張柏芝單方面構建的僵生場景裡，謝霆鋒被徹底地、不留情面地剔除了。對於謝霆鋒而言，這種排除在外的方式，遠比任何激烈的指責都要誅心，因為他將父子之間的疏離感，以一種大眾最能共情的缺席形式，赤裸裸地擺在了台面上。輿論的發酵往往伴隨着對過往的深挖，人們開始回溯謝霆鋒與張柏芝離婚後的這10幾年光景。2011年，那段曾經被視為金童玉女的婚姻走到盡頭，彼時謝震軒不過是個5歲的稚童。離婚後，兩個兒子的撫養權歸張柏芝，這位單親媽媽幾乎將全部心血傾注在了孩子身上。從接送上學、參加家長會到深夜陪讀、處理生活瑣碎，張柏芝是必躬親。她甚至為了陪伴孩子成長，大幅度減少了工作量，將生活的重心完全轉移到家庭上。反觀謝霆鋒，則一頭扎進了納地龍大的商業版圖中。他創立風味品牌，從一檔美食節目起步，逐步構建起自己的美食帝國。據報道，其創立的風味派品牌，僅憑一款爆汁烤腸，累計銷售額便達到了驚人的15億元人民幣。商業嗅覺之敏銳，執行力之強悍，確實戰勝了其商業天才的稱號。然而，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似乎並沒有為他在親情賬戶上存入足夠的餘額。物質供養的充足與精神陪伴的匱乏，形成了巨大的張力。謝霆鋒並非沒有承擔父親的責任，在金錢上他從未虧待過兩個兒子。據港媒披露，他不僅承擔了兒子的全部教育和醫療開支，船早早設立了教育基金，甚至通過律師公證將名下3處房產的收益權挖歸兒子名下，確保他們一生衣食無憂。在 Lucas 遠赴澳洲攻讀現代音樂創作後，高昂的學費和生活費也全部由謝霆鋒一力承擔。對於一個父親而言，這似乎是責任的底線。但底線之上，那些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東西呢？當 Lucas 在異國他鄉生病時，陪在病床邊的是張柏芝；當 Lucas 在音樂學業上遇到瓶頸需要傾訴時，電話那頭是張柏芝；當 Lucas 在19歲生日謝天想要一個擁抱時，視頻裡擁抱他的依然是張柏芝。謝霆鋒給的是一張沒有額度上限的黑卡，而張柏芝給的是日復一日的體溫。這種物理距離的隔絕，不僅源於離婚後的生活軌跡分岔，更與謝霆鋒本人對父親這個角色的理解有關。他曾在採訪中透露，自己與父親謝賢的關係也十分疏離。作為一代巨星的兒子，謝霆鋒的童年充斥着媒體的閃光燈和父母離異的陰影。父親謝賢常年在外拍戲，留給他的多是背影和緋聞。當年謝霆鋒在娛樂圈拼命拍戲，甚至不惜以命相搏拍特技鏡頭，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擺脫謝賢兒子的標籤。如今，企查查等商業信息平台顯示，謝霆鋒名下關聯5家公司，涉及影視、餐飲、投資等多個領域，而他的父親謝賢與其沒有任何直接商業關聯。這不僅僅是資本的獨立，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切割。他決心活成父親的反面，試圖用事業的絕對成功來複合原生家庭帶來的不安全感。然而命運似乎總在開一種殘酷的玩笑，他極力避免成為謝賢那樣的父親，卻在無意中走上了與謝賢極為相似的老路，缺席孩子的成長。雖然兩人見面的次數或苦拼不少，有網友偶遇他們在日本滑雪，在迪拜玩卡丁車，甚至在杭州演唱會後台，Lucas 和弟弟也被拍到坐在普通觀眾席觀看，但這些相處時刻全都有着快閃和隱蔽的特點。謝霆鋒似乎非常抗拒在公眾面前展示父子情深，他願意和竇靖童在李嫣的生日上坦然地秀出家庭溫情，卻對親生兒子的存在諱莫如深。有人認為這是他不想給前妻張柏芝製造話題的避嫌，也有人認為這是他骨子裡對隱私的極度保護。但無論原因是什麼，在外人看來，這種勾別對待本身就成了一種罪過。尤其是在對王菲女藝們大方示愛的反襯下，他對 Lucas 和 Quintus 的這種地下黨式的父愛，顯得別扭且不夠坦蕩。今年7月的家族變故，更是將這種複雜的父子關係推向了新的高度。謝賢病重期間，正在澳洲求學的 Lucas 中斷學業趕回香港，全程陪伴在爺爺身邊，送完了這位傳奇老人最後一程。而謝霆鋒在父親彌留之際，也放下所有工作飛回香港處理後事，發布訃告，並引用父親遺言表演必須繼續。隨後迅速回到工作崗位，在青島的演唱會上，他抬頭望向夜空，說了一聲謝謝你，眼眶泛紅，被鏡頭捕捉到那一瞬間的脆弱。葬禮上的默契似乎讓父子關係有所緩和。Lucas 作為長孫，與父親一同出現在治喪名單上，那是宮中視野中難得的父子同框。然而，這份短暫的溫情並未延續到 Lucas 的生日。8月2日，當張柏芝的僵生視頻發布時，謝霆鋒正在為進化巡迴演唱會長沙站緊鑼密鼓地彩排，他的社交賬號依舊沉默。這種沉默，在商業公關的角度來看，幾乎是不可理解的。作為手握風味帝國、身家2億計算的商人，謝霆鋒絕非不善交際的零頭青。他能精準地湊到市場的風向，能將一款烤腸肉到數十億銷售額，說明他極其懂得人心和傳播。然而在父親這個角色上，他卻表現得像個固執的絕緣體。
有評論一鉗見血地指出，他不是不屑表態，只是分人。他可以為了王菲的女人竇靖童的演唱會精心安排花籃、落款親昵地址寫霆鋒二字，仿佛要昭告天下他對王菲愛屋及烏的心情。他可以為了李嫣的生日親自下廚做蛋糕，營造其樂融融的家庭氛圍。唯獨對給自己傳宗接代、延續血脈的兩個兒子，他吝嗇到不願在公開平台敲下一句生日快樂。這種極度矛盾的行為邏輯，讓商業天才的光環下透出了某種人性深處的涼薄。在 Luke 嘅19歲生日風波發酵之際，也有粉絲試圖為謝霆鋒辯護。他們指出，謝霆鋒並非完全不理佢兒子，他曾專門騰出大半個月的檔期帶 Luke 去迪拜旅行，當作成年紀念。Luke 參與設計的掌印甚至印在謝霆鋒舞台戰袍的背面。這些細節證明了父子間存在不為人知的私密連接，但在空衝的民意面前，這些辯解顯得蒼白無力。因為在大眾認知的樸素情感裡，愛是需要表達的，是需要被看見的。尤其是對於一個在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母親的擁抱雖然溫暖，但父親的一句公開認可，在那個眾目睽睽的生日當天，本應是治癒一切創傷的良藥。然而，謝霆鋒選擇了把惡藏起來，或許在他看來，保護孩子最好的方式是不把他拖進娛樂圈的輿論泥潭，因為他自己從小被媒體過度曝光的痛苦，他比誰都清楚。但他似乎忘了，那個孩子已經19歲了，他已經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他需要通過父親的公開表態來確認自己在父親心中的位置。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謝霆鋒這種沉默式父愛或許隱藏着某種倨傲。作為一代商業巨子和娛樂圈頂流，他習慣了掌控一切，習慣了以自己的節奏和方式處理問題。他不屑於向外界解釋自己的家事，更不在乎外人如何評價他是否是個好父親。他是那個在演唱會上唱着謝謝你的愛1999的叛逆少年，骨子裡始終帶着一種對世俗眼光的對抗，但這種對抗的代價就是讓兒子成為了他保護隱私的犧牲品。當 Lucas 在生日視頻中只擁抱母親時，這何嘗不是一種對父親隱形缺席的被動接受？那個深夜，全網都在心痛這個孩子。人們心痛的不僅是生日缺少一句祝福，而是這背後長達10幾年父愛陪伴的隱形成本。像柏芝用了10幾年把兩個孩子教得懂事、禮貌、沒有戾氣，而謝霆鋒用了10幾年把自己變成了孩子生活中的熟悉的陌生人。就在謝震軒生日事件持續發酵之際，謝霆鋒的商業帝國依然在高速運轉。他官宣了一帆風神第2季定檔以及巡迴演唱會的加長訊息，事業版圖不斷擴張。從商業角度看，他無疑是成功的典範，甚至可以說他把謝家的商業基因發揚光大到了極致。他與謝賢沒有商業關聯，意味着他徹底擺退了父輩的陰庇，建立起了屬於自己的江山。但這江山背後，那個曾經叫過他爸爸的男孩，在19歲這年，用深夜視頻裡那一個擁抱母親的動作，對所有關注他們家庭的人發出了那個被媒體渲染成核彈的聲明。聲明的內容不是恨，而是一種更可怕的莫言。在父親缺席的成長史裡，他已經學會了不再期待。這場關於商業天才與眾叛親離的討論，本質上是一場關於人性與利益的傳統辯題。在聚光燈照不到的地方，謝霆鋒或許是個帶着兒子玩卡丁車、分享音樂心得的酷爸，但在大眾看得見的屏幕上，他成了那個對親生兒子惜字如金、對繼女卻關懷備至的複雜男人。這種雙面性，正是人性幽暗與光輝的交織。我們無法用簡單的對錯去評判一個父親的失職，因為愚人飲水冷暖自知。但不可否認的是，那個在全網心痛中度過19歲生日的少年，已經用他挺拔的背影告訴世人，無論父親是否在場，他都長大了。而這種長大，恰恰是謝霆鋒付出最大代價換嚟的。那個曾經視他為英雄的孩子，終於活成了不再需要他的樣子。